用 Pico 或者係1064納米激光打荷爾蒙班咧，就同抌錢落鹹水海咧冇分別嘅。你可能打咗幾年班，嘥咗好多錢，甚至打完仲深色咗添啊！點解咧？因為出邊一直教你一樣嘢，荷爾蒙班係深層班嚟嘅，好難搞。但我同你講啊，呢句話本身已經有問題啦。我哋打咗超過8年嘅荷爾蒙班啊，接觸咗大量嘅個案，發現大部分嘅荷爾蒙班咧根本係以淺層為主嘅，並唔係出邊講嘅深層班嚟嘅。甚至連醫學文獻都曾經質疑啊，有冇純深層型嘅荷爾蒙班存在嘅？打深層班同淺層班係兩套完全唔同嘅打法。就算而家出邊成日賣緊廣告嗰部荷爾蒙班殺手，就係呢部 Hollywood Spectra， 我哋都有啦。其實都係1064納秒啊，佢根本唔係針對淺層嘅荷爾蒙班啊，係針對深層嘅荷爾蒙班啊。而佢一開始已經判斷錯誤，用錯打深層班嘅方法打荷爾蒙班，有少少效果咧，已經好好彩啦。嗱，唔好彩咧，仲會打到反黑，嘥錢嘥時間。而我哋鑽研荷爾蒙班超過8年，建立咗一套專門針對荷爾蒙班嘅打法，仲引入咗一批儀器成本足足夠買一部法拉利嘅。因為我哋好清楚，用錯方法對消費者嚟講咧，幾平都係貴嘅。荷爾蒙班打極唔走，唔係因為佢太深層啦，係一直當佢係深層班咁打，所以打極無效咯。如果你啲荷爾蒙班打極都唔退，留言去班，我會送你激光去荷爾蒙班攻略。